咁我哋今日要嚟睇係一個近排賣爆一個單位嚟嘅，咁嚟到惠州睇房嘅基本上都有聽講呢個樓盤啦，可以做到呢個零公契呢個設計啦，實用都可以做到100%以上嘅。咁首期款5萬蚊就可以搞掂一套噶啦。咁對於深港人士嚟講啦，同埋嗰啲剛需客戶嚟講，壓力真係唔算大。咁我都可以稱之為係一個2025年嘅一個性價比之王。咁我哋今日要睇一個到深圳4公里嘅一個國企大盤啊，嚟睇翻佢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啦。而家嚟睇呢個105嘅神仙4房啊，邊個估得到發展商送咗一個12平方嘅客房俾到大家，全真宗帶埋裝修，真係屬於白嫖啦。出邊廚房加倒台設計嘅餐台啊，我哋食早餐飲咖啡都係好有儀式感噶。樹廳設計開間做到3.8米，夠細大氣啊！出邊仲有一個超大嘅生活陽台。睇翻個休息區啦，睇翻第一間房做到11個方，夠細大。對面廁所位置、衛浴設施全部發展咗都係包晒嘅。隔籬仲有一個半贈送嘅第3間房啊！再入邊主人房有成18個方嘅，帶埋個廁所。開間係3.5米啊，擺翻張2米大床都係綽綽有餘噶。而家呢套105嘅4房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上會啦，點都好過我哋去租套樓啦。咁單價9字頭，國企開發有晒保障，同時仲有87方3房2次單位，以及102方4房2次單位。想要最新資料嘅，可以喺評論區同我哋講。呢個國企大盤嘅配套同埋區位先至係王炸，4公里直線去到深圳，6公里到深圳14號線，樓下公交通行夠晒方便啊！3公里範圍啦，仲可以去到萬達商場、惠陽區老天虹同埋1中心嘅配套應有盡有，行街食飯都唔使驚。同時小區自帶咗9年制嘅學校喺呢個位置嘅，以及小區自帶個8萬平方嘅商場，同埋5千平方嘅一個農貿市場嘅。落咗樓下就係噶啦。咁都提醒下大家啦，部分樓座係比較靠近高鐵線路嘅，咁對噪音比較敏感嘅朋友就要慎重考慮啦。不過對比而家呢個樓盤嘅價位啦，同埋一個零公攤臨深區位，依然佢嘅性價比都係遙遙領先嘅。咁呢排呢個樓盤都係賣得比較火爆啦。如果對於呢個樓盤有興趣嘅，可以約上阿輝一齊睇睇。